中国哈尔滨冰雕节今年是用到超过40万立方米的冰雪来打造，嘛创下历史纪录。在官方统计，去年的冰雕节是吸引超过9000万人来拜访，嘛带动当地经济，创造1370亿人民币的经济价值。全球四大冰雪节之一的哈尔滨冰雕节，初五暗时亮丽开展，数十扇大型冰雕配上灯光表演，画出行入冬的世界。在零下20度低温，民众包括亲像肉粽，足侪人来参观。第一次来这里玩的，我觉得这里的冰雕都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很棒，做得很棒。头一届来的目睭白甲金唔金，回头客也是娱乐精彩，因为冰雪世界呈现一直升级。今年用40万方的冰，规模破纪录。冰雕唔但会当看，阁会当耍。冰雪出溜龙，互游客尻川淡糊糊，阁继续耍。而且唔但地上冰景好看，天顶嘛有精彩的。我一开始来，我是不知道它这里有烟花的。我是走下，我突然间听到后面就是有响声，我一往后看，哇，好美啊！还更久，而且更灿烂，而且有那个七彩祥云的是第一次看，还有那个无人机表演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那无人机表演，我是很震撼的。虽望游客来就是要耍雪，不过在冰雪世界徛久啊，也是感觉伤感啊。今天是玩的也确实很开心，不过真的有点太冷了。现在这个冰雪大世界让我最感慨的就是说，它这个厕所特别暖和，然后你玩累了、玩冷了，然后里面还有地方可以休息。哈尔滨冰雕节为期1月日，主办单位讲，暗时的灯光表演加冰雪出溜龙等活动，会看天气状况维持到1月中。公司新闻林义珠编译。